为什么一直标节点标时间？故事不是人物与情感，为什么要切成15段？这样不会太像公式吗？会不会写出一样的电影？还是这套架构其实在教我怎么带着观众走完全程维基施耐德说，这不是创作公式，而是一张观众心里的节奏地图。告诉你，在不同时刻，观众需要被理解、被带领、被震撼。故事一开始用一个画面交代世界怎么运作，角色站在哪里。主题不是答案，只是先丢出一个要面对的问题。日常里角色关系与缺陷被建立，直到时间打破原本的平衡。接下来不是立刻前进，而是辩论他到底要不要改变自己。当角色跨进新的世界，一条关系线开始对照价值。看似顺利的过程里，错误的方法暂时奏效。重点给出假胜利或者失败，世界观被动摇，后果逐步逼近。角色以为走对路，其实没有。直到一切事实信念彻底破产，黑夜里理解出现难，但还没准备行动。真正的解法再次诞生，不是更用力，而是换一个价值。最后用新的方式完成行动，结局回应开场画面。重点不是应不应，而是你用什么方式应。想象一个年轻人习惯逃避该承担的责任，开场让我们看见他的你要不要成长一长时间，逼他离开原地？他犹豫抗拒，还是他出去？在新世界里他暂时成功，以为自己撑得住，直到压力逼近，一切诠释他才理解问题不在能力，而在逃避。最后他用不同的选择完成行动，成为与开场不同的人。我现在终于懂了，15段不是叫我照写，而是提醒我检查，在这个位置角色准备好改变了没？不是时间排得多漂亮，而是观众能不能一路理解。原来结构不是